各位網友、各位觀眾、各位讀者，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睇東網電視《毓民踢爆》。嗱，2015年嘅6月18日咧，喺香港政制發展歷史上邊咧，絕對係一個值得大書特書嘅一個日子。嗱，喺呢個香港97年主權轉移之後，總共咧根據基本法就經歷咗3次嘅所謂政改、政治改革。就要按照呢個基本法同埋人大常委會嘅決定，喺2005年嗰一次嘅政改方案呢，就因為爭幾票唔夠數，嗰陣時係呢個曾蔭權做呢個行政長官嘅時代，政府提出嘅方案就喺立法會裏邊得唔到2/3多數嘅通過，咁於是嗰個政改呢就被否決，然後香港嘅政制發展呢就原地踏步。到咗2010年，咁因為有激進派搞呢個5區公投，民主黨杯葛5區公投，咁於是咧就可以同中共咧密室談判，提出佢哋嘅區議會方案，修改呢個立法會嘅選舉辦法。嗰個政改方案咧，2010年咧係講呢個立法會選舉辦法。當時嘅民主黨提出嗰個建議咧，就係區議會方案。即係話咧，按照基本法同埋07年嘅人大常委會決定，呢個立法機關嗰個組成嘅比例不變，即係功能組別同地區直選各佔一半嘅呢個比例不變，但係咧就新增5席嘅功能組別咧，就係由呢個區議會嘅區議員去參選，然後民選嘅區議員15位連署，跟住俾香港合資格嘅選民扣除咗傳統嗰20幾萬嘅功能組別選民，就一人一票選呢一個超級區議會嘅立法會議員。咁然後地區直選咧又加5席，咁由原來嘅60席咧就變成70席。嗱，呢個咧就係民主黨嘅所謂區議會方案，得到北京嘅接受。咁然後佢哋咧就繼續支持2012年行政長官係由一個選舉委員會小圈子選舉產生。呢個就喺政治博弈上邊嘅條件交換。當然，由於民主黨反對5區公投，杯葛5區公投，咁於是北京認為可以傾，咁於是咧接受咗呢個所謂區議會方案。咁2010年，由於有民主黨嘅8票，呢一個根據基本法政改方案要得到立法會全體議員2/3嘅多數通過咧，咁就自然係大比數通過啦。到咗2015年，係第3次政改要表決啦。6月18日喺中午時分要表決嘅時候，就出現咗大家都意想不到、出人意表嘅呢一個結果。嗱，喺事前呢一次政改係改呢個行政長官選舉辦法，立法會嘅選舉辦法係原封不動。改呢個行政長官選舉辦法就喺2007年人大常委會決定就已經講咗啦，就話2017年咧可以普選行政長官。根據基本法嘅第45條，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嘅提名委員會，按照民主程序提名，然後俾香港人一人一票選舉產生。人大常委會喺2014年8月31日開完會之後，就呢個行政長官提出嘅呢個政改報告，話呢個要修改行政長官選舉辦法，但係立法會選舉辦法咧就原封不動。咁於是咧，人大常委會就接受咗呢個行政長官嘅呢個建議，並且為呢個行政長官2017年嘅選舉辦法咧定咗一個框架。我哋而家叫佢做831框架。而呢個831框架咧就話嗰個提名委員會有入閘同出閘嘅部分。入閘嘅咧就係話你得到1200名提名委員嘅1/10支持，你就可以入閘成為參選人。出閘咧就係你要得到提委會過半數嘅支持，你先成為正式嘅候選人。咁泛民主派認為呢個係有篩選嘅選特首，所以咧就一定要反對。咁事前即係話經過成頭尾20幾個月呢一個所謂政改嘅博弈
搞咗好耐咧，就算以舊年831框架出咗嚟之後，到而家都差唔多講緊10個月嘅時間，係咪？即使呢個特區政府千方百計，北京方面咧亦都同泛民傾咗幾次，但係都結果即係大家都知道啦，係咪？去到投票嘅前夕，大家都冇乜懸念㗎啦。呢個政改就一定係被否決，因為佢唔可能取得立法會全體議員2/3嘅多數嘅支持，係咪？我哋當初估計嗰個投票結果係咩咧？實際嘅票數我都有㗎啦。就係贊成嘅41票，反對嘅28票，總數係69票。因為曾鈺成主席不能投票，係咪？咁贊成嘅有41票，反對嘅有28票，23個泛民主派嘅議員加4個激進派議員，仲有一個一直被視為建制派嘅醫學界代表梁家騮。都一早事先張揚佢會投反對票，咁於是咧反對票就篤定係28票。當然喺投票前1、2個禮拜都仲有人話有人可能出1億喎，幾多億喎，咁有人會動搖喎，咁呢個老實講啊，大家去到呢一個地步都知道呢啲係得個吹字，有啲人係企圖用呢啲傳聞嚟箍住嗰啲有可能轉態嘅議員咁解嘅啫，係咪？咁所以個投票結果基本上就已經可以寫咗出嚟，就係41對28，跟住第二日嘅報紙就頭條新聞就好多就係咁樣寫㗎啦，係咪？即係呢個政改被否決，41票贊成，就28票呢個反對咁。好啦，另外有啲即係親建制嘅議員就一定行出嚟一字排開記者會，嚴厲譴責泛民主派剝奪香港人1人1票選特首。但係我哋作為建制派咧，我哋支持呢一個政改方案，係嘛？所以41票1票都走唔甩，因為呢個咧就要為香港人投票，為中國人民投票。呢個就係民建聯嘅立法會議員葛珮帆喺呢一個政改審議期間，佢發言嘅時候慷慨陳詞嘅，呢1票一定要投嘅，一定要投贊成票。但係而家個結果出嚟，大家都知啦。贊成嘅係8票，反對嘅係28票。有啲人甚至話唔係喎，佢真正嘅結果應該係贊成嘅8票，反對嘅61票，因為有33個建制派獲歐不在席，冇投票。呢個冇投票或者投棄權票，等於投反對票嘅啦，係咪？一個咁嘅政改方案喺過去嘅民意調查裏邊，都得到過半數嘅市民嘅支持，係嘛？反對嘅有過半數，大家旗鼓相當。結果投票咧就只係得8個建制派議員支持。你話啦，呢個擺咗喺立法會嘅議事記錄，呢個係一個將來係一個歷史文獻。請問真係呢啲所謂建制派議員情何以堪？佢背後嘅主旨又情何以堪咧？請問？所以6月18日有人話呢場係鬧劇，等埋發叔變咗網上嘅潮語。大家上網睇到呢個等埋發叔呢4個字，基本上已經變成即係大家個口頭禪，係咪？等埋發叔，亦都俾好多人即係惡搞造圖擺咗上網。點解叫做等埋發叔呢？因為建制派經民聯嘅林健鋒就解釋，因為發叔劉皇發喺一個咁歷史關鍵嘅時刻，政改方案係咪？佢要投上支持嘅1票，但係最近佢老人家身體不適，仲有當初估計呢一個政改嘅表決咧，點都會到禮拜4 6月18號嘅挨晚先投到表嘅。嗱，呢個政改方案咧，呢一個咁嘅議案係政府提出呢個議案咧，佢根據議事規則嘅規定咧，就係立法會議員只能夠發言15分鐘，不能夠提修訂案。表決嘅時候，一係贊成，一係反對，一係棄權。
咁在此之前就大家可以慷慨陳詞，互相攻擊，係嘛？建制派就鬧你啲民主派，係嘛？民主派又鬧你啲建制派抹黑，咁啊大家喺度啊表現下啦，係咪？咁我自己睇就冇乜邊個有質素嘅嗰啲辯論，講下講，有啲人連寫篇稿都難嘅，即係有時睇到呢啲立法會員咧，你覺得好悲哀嘅，講嘢一嚿嚿，係咪？仲有。喂，有啲連寫篇似樣啲嘅文章都冇嘅，15分鐘嘅發言好長嘅，可以寫一篇4、5千字嘅文章，慷慨陳詞，條分理析，係咪？將自己嘅觀點鋪陳出嚟，電視直播嘅。但係你睇到啲立法會議員最叻係抽下水啊，係潤下對方啊，有啲人甚至唔講嘢。除咗個主席有69個議員，但係發言嘅一個咁重要嘅議案得41、2個議員發言，有啲議員發言嘅時間仲唔夠15分鐘。譬如毛孟靜用英文講咗5分半鐘，佢唔知想講俾邊個聽。你睇到呢啲議員嘅水平，你就真係搖頭嘆息，即係投票真係投唔落手嘅，係咪？建制派點解會擺個咁嘅烏龍咧？就係因為等埋法叔，要等法叔翻嚟投票，但係。我哋睇翻嗰個時序表，喺12點26分，當呢個政改3人組2位司長1個局長先後發言完畢，即係話咧已經冇議員再發言啦。主席就問：仲有冇議員再發言啦？咁冇議員再發言嘅時候，咁佢就會請政府嘅代表去做一個總結回應。3位即係呢個所謂政改3人組喺12點26分開始講，係嘛？唔係喺12點開始講啦，即係應該係12點開始講啦，即係喺呢個工黨嘅張國柱嗰邊就12點26分，即係話加埋3個官員講嘢都唔夠半個鐘頭，12點26分。喂，講完咯喎，咁按照議事規則，曾鈺成就要將呢一個議案交付表決。呢一個經民聯嘅林健鋒就起身講嘢喺12點半，要求主席咧就宣布暫停會議15分鐘，就等佢哋再討論一下。唔知佢討論乜喎？喂，呢一班議員喺議會裏邊咁多年，佢唔識議事規則嘅咩？你呢個時間，當個主席將個議案交付表決，同埋有議員在場提出要求記名表決嘅時候，佢就要響鐘5分鐘。喺5分鐘之後就要撳掣投票，因為呢個係記名投票，一個咁重要嘅議案一定係記名投票嘅。喺記名投票嘅過程裏邊，如果在席嘅議員唔夠35個人嘅，咁就又要響鐘，嗰個咧就叫做法定人數嘅鐘聲，就15分鐘。你呢啲建制派議員，第一你就已經係搞錯咗。喂，當嗰個表決鐘聲響起嘅時候，你要求個主席俾你休息15分鐘，嘅主席係唔做得嘅，因為如果咁樣做法咧，佢就違反議事規則。好啦，到個主席唔批准，咁啊諗住 walk out，成班建制派一齊離場。咁佢哋嘅盤算就係，喂，有41個建制派議員全部走晒出去，喺個議會裏邊議事堂上剩翻28個呢個非建制派嘅議員。咁啊唔夠35人，咁啊留即就要響鐘啦，清點呢個法定人數啦，咁等佢夠呢一個所謂35個人先可以繼續表決啊嘛。咁佢哋以為咧就係咁樣，咁於是咪行咯。咁啊搏佢響鐘響15分鐘，就等埋法叔翻嚟咯，係咪？咁但係佢哋行咗出去之後，仲有8個建制派嘅議員喺個會議廳上。當主席宣布撳掣投票嘅時候，嗰8個都投咗贊成票，另外28個投反對票，投票結果就8對28，加埋就36票，連埋個主席在席嘅議員有37人，係過半數。你話你啲建制派，你點對得住你啲選民同支持者啫？其實個做法好簡單，當你要等埋法叔呢個決定即係就算你冇辦法通知晒所有嗰啲建制派嘅議員，呢個決定做咗出嚟之後，你係應該叫啲人喺個司長發言總結之前，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問：喂，仲有冇議員想發言嘅時候，你哋就真係要揾人去輪流發言，去拖延個時間，等埋法叔啊嘛。
嗱，田北俊咧就喺網上 po 咗，即係做圖咧，佢都識做呢啲嘢㗎，原來真係犀利。可能啲助理幫佢搞咧，咁啊，梗係佢嘅意思咧，就整咗張豬頭嘅相，啊，豬頭要戴副眼鏡嘅，跟住佢就喺個 Facebook 度留言，佢話咧邊有咁多陰謀論咧，係咪啊？人蠢冇藥醫啫咁啊，呢個就好明顯係抽水啦。嗱，政改一如所料被否決，咁跟住香港未來嘅走向，或者民主運動嘅走向，香港嘅政制發展究竟何去何從？各位網友、各位觀眾、各位讀者，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睇東網電視《毓民踢爆》。嗱，上個禮拜四呢個政改被否決之後咧，跟住第二日禮拜五，咁啊呢個行政長官梁振英咧就行出嚟宣布咧，押後原本要喺嚟緊嘅而家呢個禮拜五硬闖立法會財委會嘅創新及科技局撥款申請啊，咁然後咧就首先提交11項，包括綜援出3糧等等嘅民生議案撥款。咁呢個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咧就話咧，政府提交呢啲民生議案係釋出善意嘅表現，希望社會各界化戾氣為祥和。咁如果呢個撥款咧可以喺呢個月底裏邊通過嘅話咧，咁佢就有信心政府咧可以喺下個月底就向全香港120萬名受惠嘅人士發放大約55億元嘅額外津貼。呢啲額外津貼咧就包括綜援出3糧啦，啲老人家嘅生果金啦，仲有就係嗰啲傷殘津貼啦等等啦。咁另外咧就係公屋免租1個月啊。呢啲即係所有嘅所謂紓困措施喺呢個今年嘅財政預算案，曾俊華提出嘅所謂一次性嘅紓困措施，咁呢一筆撥款咧大約係55億。嗱，較早之前咧就呢個特區政府咧就打尖，因為呢個創新及科技局即係成立創新及科技局嘅決議案咧喺大會度通過之後咧，佢就嗱臨就將嗰個撥款嘅建議，咁呢個撥款建議就係其實就係開位啫，因為你成立一個新嘅局，你就有局長、副局長、政治助理，仲有一批公務員常任秘書長、副秘書長、助理秘書長，係一大堆人係嘛？咁要出糧嘅，呢個係屬於人事編制嘅部分，咁亦都係財委會可以決定俾唔俾錢你嘅。咁由於呢個創新及科技局呢一個成立咧，就引起好大爭議。呢個係2012年到而家噶啦，係咪？2012年呢個梁振英當選之後，仲未就任嘅時候，咁佢咧就喺佢哋嗰個所謂後任行政長官辦公室裏邊咧，就推出一個叫做所謂政府架構重組，要搞5C14局，即係由現行嘅3C12局咧，就加2個副司長，一個財政司副司長，一個政務司副司長，另外再加2個局，一個就創新及科技局，另外一個文化局。咁呢個就代表喂新人事新作風係咪？換咗個行政長官，政府架構都要重組。但係當時咧就撞啱係咩時候咧？就係5、6月間咧，就呢個上一屆嘅立法會喺2012年7月中之前休會，或者嗰一屆嘅會期咧最後一次結束，仲有2個月啫喎。咁於是就算你財委會撥款，都係得嗰幾次會期，咁所以咧就冇辦法如期呢個5C14局成立啦。因為點解咧？因為又俾人拉布啊嘛，係咪？咁你時間咁短，拉布實成功。咁然後當時呢一個即係後任行政長官辦公室個揸 fit 人呢個羅范椒芬懵下，佢都唔知財委會有一個所謂議事規則叫做37A， 議員可以就政府提出嘅撥款建議咧提呢個修訂案。咁處理呢啲修訂案咧就需要即係與會嘅議員嘅同意咁先去處理嘅。咁所以要經過一個表決嘅程序，表決就係處唔處理咁解。咁由於有啲議員咧提大量嘅修訂案，咁你處理需時，咁於是咧呢一個5C14局咧就即係胎死腹中。咁而家舊事重提，咁已經喺大會度通過一次噶啦，係咪？喺舊年，咁但係結果咧，去撥款嘅時候又係趕唔到，
咁於是咧嗰個決議案就無效。今年個決議案再嚟呢個立法會大會又通過咗，跟住咪又下一步要嚟申請撥款咯，係咪？咁咧諗住打尖啦，係咪？咁仲有打尖咧就惡意嘅喎，點解咧？因為我打尖排喺呢啲民生撥款前邊，咁如果你呢班咁嘅友仔拉布嘅話咧，咁咪令到出綜援三糧啊，即係又要押後啊，老人家生果金啊，又要押後，咁於是即係大家個怨氣就會向呢個即係有份拉布嗰啲議員啊，咁即係話累鬥累咯，呢招叫做攬炒，即係俗語講。咁但係個政改被否決，再加上等埋發叔事件，喂，跟住仲有好多後續嘅嘢，大家對成個政府或者係親政府嘅建制派陣營，喂，個個都搖晒頭。喺咁嘅情況底下，呢個行政長官、特區政府就話我要釋出善意，攞翻嗰個創科局嘅撥款嘅建議，係嘛？然後將呢啲民生議案咧就排去前邊。咁啊嗱，我就釋出善意啦。咁你嗰班即係激進派或者泛民主派就唔好搞震咯喎，係咪？咁嗱，當然從即係話呢一啲香港人利益或者呢120萬人啊嗰個唔好話福祉啦，嗰個着數啦嚇，即係你俾多2個月呢一個綜援佢啊，俾多2個月呢個傷殘津貼等等係嘛？俾多2個月長者個生果金啊，公屋免租1個月，咁受惠嘅人講緊係去到有成120萬人，咁其實牽涉嘅款項咧都好少嘅，得個50幾億啫嘛。是但一個基建工程超支都唔止啦，係咪？所以有時我哋成日咪講咯，政府善財難捨，冤枉甘心啊，係咪？而家你真係要洗心革面，係咪？究竟點樣喺個民生問題裏邊啊，即係去做多啲嘢，而且係要有效嘅，特別係對於基層弱勢嗰個照顧，唔好咁吝嗇，係嘛？即係講到呢一筆咧，係咪政改嗰個爭拗即係冇咗啦？或者政改被否決之後咧，未來呢幾年大家都唔會就嗰個政改有任何嘅爭論，係嘛？或者你都冇得爭㗎啦，因為嗰個831決定呢一個框架底下嘅政改都否決咗咯。咁如果再嚟都要5年後啦，咁啊好多人就會咁睇。咁但係咪代表即係有啲人爭取呢個政治改革或者爭取民主，佢係會停咧？當然唔會啦。咁但係對於而家喺立法會嘅呢啲泛民政黨嚟講，或者建制派政黨嚟講，佢哋嘅爭拗唔會因為咁樣停止咧，佢可以因為政改而停止。但係個爭拗咧係無日無之嘅，係唔會改變嘅。喺明年2016年嗰個立法會選舉之後，成個立法會可能出現一個即係重組，但係重組嘅結果咧，即係雖然會換咗一啲人，但係成個政治生態咧就唔會有大嘅改變嘅，都係建制派佔多數，泛民主派相對嚟講係少數，係咪？個議席嚟計啦，係咪？都係好似而家咁上下比例。喺咁嘅情況底下，依然係會出現好多爭拗。咁啊，建制派一定動輒就話：喂，就係因為你哋否決政改，所以而家就搞到咁啦。咁啊，泛民主派就話：繼續呢個小圈子選舉功能組別。咁於是個議會又係你啲人去包辦，係嘛？於是啊，繼續出現爭拗。嗱，政治爭拗係唔會停嘅，我覺得。但係嗰個民生問題有冇機會通過嗰個政改，即係已經被否決，大家唔需要喺個政改嗰度爭論，係咪？然後政府可以會有多啲空間，甚至時間去處理呢啲民生問題咧？我覺得係有嘅，係咪？咁問題就個政府點樣做咧？嗱，點解我哋要由呢一個即係政府抽翻嗰個創新及科技局，然後將嗰啲有關民生嘅呢個撥款咧擺喺前邊啊，嗱臨過咗佢，係嘛？向呢一個泛民主派釋出善意，係嘛？嗱，唔好再拉布啦，係咪？即係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即係你起碼行咗第一步，但係跟住落嚟點咧？嗱，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即係需要思考嘅問題嚟嘅。早2日即係《東方日報》嘅政情版咧有一篇文章政治解碼。個題目叫做政改困局，民生出路。我極之同意其中一段嘅嗰個分析，引述：當年香港經歷金融風暴吹襲，復遭沙士蹂躪，經濟一蹶不振，民怨沸騰，
朝廷為了打救島上風雨飄搖的政局，接連推出個人遊及 CEPA 等措施挺港，以為經過10年灌溉，管治可有碩果豐收，豈料原來一切都是徒然。今日所見，幾乎所有經濟成果都被大商家吞噬掉，南宋的北水根本冇落到一般港人的口袋，以致民生從未得到改善，民怨從未得到緩和，困局從未得到化解。所以北京日後着重的是如何把惠港措施落實到一般港人身上，以及全方位協助和督促港府解決民生問題，而側重拉攏商界的方針將會調整。以往北大人訪港例必見見大商家的做法，或者很快成為絕響。但我係好同意呢一個分析。過去呢10年，你睇下個民生問題，仍然可以用2個字嚟形容，叫做困頓，民生困頓。喂，既然北水南來嚇，又自由行又 CEPA， 咁有咩理由仍然係會民生困頓呢？再加上香港特區政府話個庫房水浸，淨係以今年計，喂有7000幾億嘅財政儲備喺度，咪又係嗰4個字善財難捨，冤枉甘心。除咗咁之外，過去呢10年係咪對呢個基層民生有咩幫助啊？全部益晒啲大商家，益晒啲財閥，益晒啲地產商。一個自由行就令到租金係咁暴漲，小生意基本上就冇得做，係咪？條條即係嗰啲鬧市嗰啲街咧，係咪？全部都係唔係藥房，係咪？就係名牌店。你點樣去令到嗰啲中小企業可以受惠咧？冇。所以呢個分析就係話，你過去嗰10年理論上，喂有呢個所謂即係呢啲北水嚟到，咁啊梗係好好啦。嗱，譬如最近啲股票升到咁，係咪？有滬港通，係咪？各樣咁啊，好行啦，應該大家都係咪揾到食啦？唔係喎，少數人喎，係咪？一般嘅基層，你股市升到咁，關佢咩事啫？係咪？當然好多嗰啲建制派有啲工商界代表一見到我講啦，毓民你睇下，而家啲股票升到咁，係咪？即係香港經濟繁榮啦，股票升唔代表香港經濟繁榮啊！即係對唔住，係咪？初個個都望3萬點啊，咁而家冇3萬點咧，係咪？前面嗰一陣咩人揾到啲錢咧？嗱，呢一個理論好簡單，就正如頭先所引述，即係《東方日報》嗰個講法。係咪？即係呢個正情版嗰個講法一樣，係咪？所有經濟成果都俾大商家所吞噬，係嘛？南宋嘅北水根本冇落到一般港人口袋，呢個係事實。係嘛？嗱，另外一個角度我哋要睇嘅就係，你而家政府坐擁龐巨嘅財政儲備，但係一個財富分配裏邊咧，基本上係失衡。你而家講緊，喂呢10幾項即係同民生有關嘅嗰啲撥款，喂。受惠嘅人有120萬，但係都係一次過，然後講緊個款額都係得55億啫，係咪？正如我頭先所講，而家幾個重大基建，包括嗰啲鐵路工程嘅延誤超支，加埋，你知唔知幾多錢咧？過千億，係咪？早輪爆發嘅劍橋即係護老院嘅虐待長者事件，嗰個基本上一個醜聞，嗰個又牽涉政府嘅政策咯，係咪？你個安老事務做咗啲咩咧？又係嗰個資源分配嘅問題，又係嗰個資源分配嘅失衡，係嘛？你唔去起多啲院舍，你要依賴嗰啲私營嘅安老院，咁咪咁咯，係咪？其實好多嘢基本上可以做嘅。嗱，既然而家第一步喺財委會度呢個禮拜5，你抽起嗰個創新及科技嗰撥款，免除爭拗，咁睇怕呢個泛民主派亦都會合作，呢一個有關民生嘅即係撥款建議咧，就好快會通過。呢個月底就應該冇問題，下個月底之前就可以發放啦。咁呢個我唔覺得會有問題，但係唔可以鋪清噶嘛。咁下一鋪咧，如果你冇做一啲長遠嘅規劃，點樣去解決而家香港面臨嘅貧富懸殊嘅問題、公營房屋短缺嘅問題、租金昂貴，要唔要搞呢個租金管制嘅問題？唔搞租金管制，對於嗰啲即係貧窮人士或者攞綜援嘅人，嗰個租金津貼係咪應該要加碼等等？
喂，呢啲都要做一啲結構性嘅改變，而唔係話我有個關愛基金攞啲錢出嚟扶貧，係嘛？即係呢一個係解決唔到香港長遠嗰個所謂即係民生困頓而引起呢個民怨嘅問題，令到政府嘅管治仍然係非常之困難，係咪啊？所謂民生問題係咩？民生係咩？人民的生活、國民的生計、社會的生存，個政府有責任，係嘛？既然而家政改係嘛已經被否決，未來呢幾年係嘛朝野啊呢啲咁嘅政治人物，其實都應該4個字啊，叫做洗心革面，諗下香港未來嘅出路係咩先？係咪？除咗香港未來嘅出路，就係而家我哋今天香港面臨嘅問題，房屋問題、貧富懸殊問題、老人問題、人口老化問題，唔係醫療問題，呢幾個同民生有關嘅，牽涉到政府嘅重大政策，係嘛？係咪應該要洗心革面，換個腦袋，係嘛？去重新分配呢一個社會嘅資源，釐定一個可大可久嘅政策，咁你香港先至能夠真真正正安定繁榮。各位網友、各位觀眾、各位讀者，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睇東網電視毓民踢爆。6月18日618係政改被否決嘅日子。當然呢個政改被否決呢，大家都係意料中事㗎啦。原本投票結果就應該建制派41票贊成，呢個反對派再加呢個梁家騮醫生代表醫學界嘅咁啊28票反對啊，咁啊41對28，政改都係被否決，因為政改要通過咧就一定係47票贊成咁先至係通過嘅，咁結果係被否決，呢個係意料中事。但係諗唔到嗰個投票嘅結果咧就係28票反對就8票贊成，有啲人甚至即係玩下啲數字嘅，嗰日係618，原來係61對8，即係話咧贊成嘅係8票，冇去投票嘅33票，再加上反對嘅28就61，而所謂 walk out 冇投票係代表咩？冇投票就代表唔支持呢個議案㗎啦。嗱，你去維基即係百科嗰度查下乜嘢叫 walk out 係咪？你一 walk out 就係一種抗議 ，walk out 唔投票就係唔贊成嗰個議案。咁呢啲過去喺議會裏邊經常發生嘅係咪？當然佢哋可以解釋，我哋之所以 walk out 咧，就係用時間換取空間，就希望即係 walk out 之後係嘛？議會裏邊咧就未夠法定人數，咁啊大會主席曾鈺成咧就會叫秘書就響起呢個傳召議員去會議廳開會嘅鐘聲，15分鐘之後都唔夠人就流會。如果15分鐘之內夠人，即係話等埋發叔趕得切翻嚟，咁佢哋就可以投票。所以佢哋呢一種 walk out 咧就唔代表反對嘅議案嘅，甚至有啲報紙犀利啊！即係呢個我諗當年魯迅寫呢個《阿 Q 正傳》都寫唔出嘅。佢話咧場外支持就40，你加埋場內就41票咁。場外可以投票嘅咩？原來咁奇怪嘅。將來或者而家喺個立法會裏邊嗰個議事嘅記錄，6月18日就呢個政改方案嘅投票結果就係在席嘅議員連埋主席37人，支持議案嘅8位，反對嘅係28。呢個係一個歷史文獻嚟嘅，將來 OK 好簡單。呢一個618表決之後，國際傳媒包括台灣都好，佢哋會唔會寫即係呢個28票反對，8票贊成，再加一個就係場外31票都贊成咁樣寫咧？唔會噶嘛，佢一定係將當時喺會議廳裏邊嗰個投票記錄做一個報導噶嘛，係嘛？所以有啲人睇到日本嘅報導、美國嘅報導、其他地方嘅報導，嗰啲傳媒嘅報導都係28對8啊。有啲捉合者咧，即係中意講笑啊，即係玩嘢嗰啲咧，就話618
咪61-8咯。嗱，呢件事完咗未咧？咁當然而家呢幾日就好多花生啦，係咪？特別啊，大家上互聯網睇下，真係笑到你碌地，係咪？但係建制派係咪內訌，會唔會分裂咧？咁呢個就言之過早啦。咁有啲人就會關心，喂，會唔會俾阿爺懲罰你啊？係咪？好多人會從呢個思考嘅喎，呢個方向思考。點解要咁樣諗咧？就係，喂，你呢班講句難聽啲，阿爺養咗你咁多年，係咪啊？俾你豐衣足食，個啊高薪厚祿，係嘛？唔係政協就人大代表，係咁分好多嘢俾你。我到頭來做件咁嘅事，係咪？你都做唔到，都甩碌，咁係咪要揾人計下數先？係嘛？會唔會秋後算賬先？咁可能有啲人係會驚啦。咁好啦，其他啲局外人就會從呢一個角度去睇，喂，呢一班即係建制派嘅議員，walk out嗰33個啊！會唔會啊受到懲罰？咁另外咧，嗰8個留守現場有去投票嗰啲冇跟大隊，又會唔會俾人懲罰咧？咁我就覺得好好笑。我問過其中一位8位其中一位，喂，驚唔驚阿爺同你計數？佢計咩數啊？我投票贊成，咁佢唔係叫我投票贊成嘅咩？係咪？我而家係喂照足中央嘅指示，係咪？支持呢個831框架定落嚟嘅呢個政改方案，投贊成票，我錯在哪裏啊？佢點會同我算賬啊？我諗下又係喎，咁所以呢個就變咗一個即係相當艱難，但係從成個政治策略或者喺一個政治現實角度嚟睇，喂，係有啲人可能要受到教訓嘅喎，係嘛？618之後。電台節目又好，係嘛？電視節目又好，你就見到有啲相關嘅人哽咽啦，喊啦，甚至乎葉劉淑儀淨係哭崩呢個即係直播室啦，用哭崩2個字嚟形容，大家睇到個畫面啦，係嘛？個女強人嚟喎，呢個做過保安局長，03年硬推23條，你睇佢個樣幾威，今時今日搞到要哭崩呢個即係直播室。係咪真係好似佢講嘅理由就係，哎呀，我投唔到呢票，即係愧對我啲支持者，又愧對國家，係咪？所以要非常之難過，係咪真係咁簡單咧？係咪？林健鋒又行出嚟，喊苦喊忽，個大男人有60幾歐，係嘛？一搏咪嘅時候講起呢件事，喊苦喊忽，係唯一一個即係呢個建制派嘅黨鞭，葉國謙啊冇喊嘅啫，雖然係苦口苦面。即係你啲建制派呢一班所謂頭面人物行出嚟嗰個表現，因為你等埋發出事件，呢一個表現係令人非常之失望噶嘛。對嗰啲支持者嚟講，大佬望下你呢班大哥大姐咁嘅款嘅，一個咧就哭崩呢個即係直播室，另外嗰啲行出嚟就喊苦喊忽，係嘛？最好笑就田氏兄弟互片，田北俊就留守喺呢個即係會議廳投票啊。跟住之後，仲要揶揄你啲建制派，話你蠢過隻豬。不但止，有啲記者問佢：咦，你唔係應該跟大隊嘅咩？跟呢個建制派？佢話有個建制黨咩？係嘛？係咪有個建制黨先冇啊嘛？你叫我行我就行㗎啦。哇！呢個充分反映個田大少嗰個即係本色。其實大家都知道，呢位田大少都有情意結啦，喺全國政協啊俾你搣咗柴，係咪？即係批評都唔準，批評而家嗰個特首都唔準，就俾你搣咗柴，已經挫住道氣㗎啦，係咪？有機會就梗係要表現下啦。田二少而家係呢個新民黨嘅副主席，佢喺報章撰文批評佢大佬，係嘛？批評佢大佬咧就話：喂，佢大佬同埋其他嗰啲人就好似咩咧？就個船長處理危機問題嘅時候，當然就雜亂無章啦。船長就可能係指呢個葉國謙啊、林健鋒啦，係咪？咁但係另外有8名船員就不顧一切登上呢個救生艇，懶理眾人喺度修補破洞啊！事後又自鳴得意，批評相關嘅議員係摒棄大隊，認為當時嗰啲議員只要忍手唔投票，咁個收家嘅結果咧就可以改寫啦，係嘛？咁佢直情係點名點佢大佬，如果田北俊遲到，佢就一定會盡道義嘅責任，等埋佢大佬嚟嘅咁。咁佢大佬梗係反擊佢啦，係咪？喺個電台度
話個細佬田北辰荒謬，指責係荒謬咁樣，甚至乎咁樣回應，佢話決定唔跳船就冇事，跳咗船先至有事，係咪？咁當然啦，佢又好同情個細佬，個細佬咧即係唉都好慘嘅，係咪？你睇到即使兩兄弟都喺度互騙，係咪？之後黃國健又批評民建聯，即工聯會嘅黃國健又批評呢個民建聯。陳婉嫻喺電台度講咧，就話喂，我根本都未及反應，係咪？嗰個時間千鈞一髮，梗係要投票啦，係咪？跟住講到後來又開始想喊咁樣，即係你好多建制派嗰啲支持者，你話見到呢班人咁嘅表現。即係個正常嘅反應係咩咧？係咪？我哋呢幾日聽到啲街談巷議，個個嘅反應咧都差唔多嘅，就覺得呢一班即係建制派係非常之不堪。好啦，經過呢件事之後，當然咧有排俾人笑㗎啦，係咪？咁但係即係我自己嘅睇法就係固然有人幸災樂禍我哋嘅態度就叫哀矜勿喜。哀矜勿喜嘅相反詞就係幸災樂禍哀即係呢啲哀同情呢啲好可憐嘅人就唔好太過高興，呢個叫做哀矜勿喜，係嘛？出自呢個即係2000幾年前呢個啲智者嘅講法，係嘛？應該就係出自《論語》嘅，如果我冇記錯呢4個字，哀矜勿喜，係嘛？即係唔好太開心，係嘛？唔需要嘅，係咪？咁但係都有啲人會幸災樂禍，政治就係咁噶啦，係咪？咁泛民主派就梗係開心到不得了啦！見到你呢班人咁不堪，咁但係泛民主派又好得去邊咧？請問係咪？都有一個何秀蘭連日來喺網上都俾啲網民圍剿，大聲企起身，主席我要點法定人數咁呢句咧又成為佢嘅金句，係咪？嗱。香港嘅政治咧，喺個政改被否決之後，究竟何去何從咧？咁而家呢個問題，大家就會提出嚟嘅。建制派固然佢哋要重新整合同埋北京方面對呢一班建制派即係嗰個所謂關係究竟係咩咧？又要思考一下嘅。因為呢件事發生咗之後，個個都話中聯辦打俾我，我同中聯辦解釋咁樣。咁有啲人就話：哇，大佬，原來唔係港人治港嘅，係嘛？樣樣都要問過佢，係嘛？而家出咗事又要向佢報告啊！咁啲人梗係覺得唔啱啦，係嘛？港人治港噶嘛，但係個實情真係咁嘅喎。你做得建制派，你就一定要聽阿爺講，呢個係必然，係咪？嗰句説話係我發明嘅。幾年前我已經講嘅，叫阿爺吹雞，全部跪低，係咪？梗噶嘛？呢個係喂，呢個冇咩唔啱嘅喎。講，佢俾咁多好處你，係咪？除咗喂要你佢禁制之外，或者支持中央政府對港嘅政策，係咪？佢會俾好多好處你嘅喎。港區人大有得你做，全國政協有得你做，甚至生意又有得你做。咁你係咪喂？喂，講下義氣，你梗係要即係做足你應該做嘅嘢。咁如果做得唔好，俾人去責怪，喂呢個必然噶啦，啱唔啱啊？有咩好怨啊？係嘛？至於泛民主派，即係為反對而反對，咁又係梗噶啦，唔通佢為贊成而反對啊？係嘛？不過反對嘅質素比較差咁解啫，係咪？所以個後政改時代，即係政府面臨嘅就係，喂呢個政治爭拗係咪真係會減少咧？咁呢個係一個問題啦，係咪？咁係咪要全力同呢啲即係立法會裏邊嘅各大政黨加強個互動，係嘛？令到行政立法關係可以得到改善。至於建制派嗰個內部嘅分合或者內部嘅整合，亦都係勢所必然嘅。係咪？所以而家就已經喺度講緊3名行會嘅成員兼立法會議員嘅民建聯嘅主席李慧瓊，係咪？呢個建制派立法會嘅黨鞭葉國謙，仲有經民聯嘅副主席，今次等埋發叔事件嘅罪魁禍首之一，
呢3個都係身兼行會議員嘅身份，究竟要唔要辭職？又有啲人喺度即係食花生，甚至乎咧幸災樂禍係嘛？其中一位就馬時亨就認為3位都應該要辭職，跟住特首挽留咪搞掂咯，做翻場戲，咁就即刻俾葉劉淑儀咧就即係噴呢個即係馬時亨。所以建制派亦都面臨一個問題，就係究竟如何去重新整合，如何定位啊，同中央嘅關係究竟係點呢？另外泛民主派跟住落嚟係咪一如舊慣？到2016年去選舉嘅時候，請各位支持我哋泛民主派嘅候選人，我哋繼續為大家爭取真普選呢？仲有冇第二啲新意呢？請問係嘛？嗱，呢個亦都係佢哋面臨嘅問題。2016年嗰個選舉係咪仍然係喺台面上呢一班人繼續出嚟參選，然後佢嘅訴求同上一屆嘅選舉、再上一屆嘅選舉、再上一屆嘅選舉個講法都係一樣嘅？咁請問你啲支持者點樣投票俾你咧？好啦，當有啲人可以含淚投票俾你，而家嗰啲後生仔登記咗做選民，18至25歲呢班年青人會唔會投票俾你咧？個答案就一定係不，呢個好清楚嘅。所以無論泛民主派又好，建制派又好，都未來面臨嘅危機咧，其實就即係不能夠輕忽。至於政府政改嘅爭拗暫時結束，跟住落嚟，佢哋應該做啲咩咧？亦都應該好好思考。各位網友、各位觀眾、各位讀者，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睇東網電視毓民踢爆。嗱，政改被否決之後咧，跟住會有2次選舉，咁有好多人就好關注喺今年年底嘅區議會選舉同明年嘅立法會選舉，究竟呢個建制同泛民主派嘅嗰個力量嘅消長，或者成個政治版圖嗰個重整，究竟係往咩方向咧？咁樣，我哋首先講下嘅就係今年11月22日舉行嘅呢一個區議會選舉。嗱，今屆嘅區議會選舉佢比較特別啲咧，就係已經係取消咗呢個委任議席，但係仍然保留翻嗰啲新界鄉事派嘅，所以都係當然嘅議席啊，即係嗰啲鄉議局嗰啲村長啊、鄉事委員啊嗰啲，咁有啲當然委員。嗱，431席裏邊就18個選區，嗱，今屆咧就比上屆就增加咗19個議席。嗱，區議員嘅任期就4年，由2016年嘅1月1號至到2019年嘅12月31號啊。咁下一年咧9月份左右咧就要舉行呢一個立法會嘅選舉。嗱，喺呢一次嘅區議會選舉裏邊咧，當然佢特別嘅地方，第一就係冇咗委任議席啊。雖然佢係一個地方選舉，亦都係否決政改之後第一次嘅全港性嘅地區直選。嗱，呢一個咁嘅全香港嘅地區直選呢，嗱，好容易就去檢驗一下，究竟呢一個政改被否決所產生嘅一啲效應，同埋較早之前嗰79日嘅佔領運動，究竟對成個即係今次嘅區議會選舉會產生啲咩嘅影響呢？嗱，我哋先講近啲嘅否決政改，建制派大家都知道，攣咁輕係嘛，一鑊泡係嘛。竟然係28票反對就對8票贊成，有33人walk out。呢件事到今日為止，似乎都仲繼續有人喺度花生緊，即係大家喺度即係睇緊好戲啊！亦都有好多傳聞啊，林健鋒啊，呢個葉劉淑儀啊，李慧瓊啊，呢啲身兼行會議員嘅人啊，究竟應唔應該辭職啊？阿爺又會點對待呢啲人啊？等等係嘛？亦都令到有啲民眾或者有啲選民咧係非常之不滿，特別係支持呢個建制派嗰啲選民，覺得佢哋咁樣咧就係放棄咗嗰個即係投贊成票嘅責任。至少喺民意調查裏邊旗鼓相當，一半贊成，一半反對。咁你代表贊成政改嘅呢個民意代表或者議員，你竟然呢一票唔投落去，為咗等一個人而冇去投呢一票，即係好多人咧都冇辦法接受嘅。我亦都同啲建制派朋友傾過，佢哋都擔心會同今年嘅年底嘅選舉咧，即係可能會搭上關係。即係換言之咧，
多多少少都會受呢一個發叔事件即係等埋發叔事件所影響呢個區議會嘅選情。但係有一啲比較樂觀嘅人咧，即係喺建制派方面咧，佢就咁睇，佢哋覺得佢哋嘅地區工作做得好蛇齋餅粽米，地區福利主義係嘛，又旅行又派嘢，乜都有㗎啦，係咪？同呢個社區上邊嘅關係非常之密切，係嘛？譬如有啲區議會嘅議席，講緊係千零票就當選㗎啦嘛。幾棟即係喺個屋苑裏邊，一個屋苑可能就有一個席位，係嘛？咁你資源夠嘅，成日派下嘢間唔中就打電話慰問下啲老人家咁，喂，咁你好容易即係呢個席位同政治冇關㗎。有啲人就係基於個關係，大家睇下每次區議會選舉都有一步一步嗰啲旅遊車車啲老人家去投票嘅，係咪？咁喺區內邊去投票，亦都一定有嗰啲即係所謂社區主任或者啲政黨喺地區嘅樁腳幫你手，所以佢又唔擔心呢一個政改被否決會影響呢個區議會嘅選情。但係有啲人咧又唔係咁樣睇嘅，佢係認為喂呢一個咁嘅否決政改咧，對建制派咧係會構成一個相當大嘅即係影響，重挫呢個建制派，可能會喺11月22號嘅區議會選舉裏邊咧可以反映到出嚟。嗱，咁而家仲係言之尚早，但係有好多建制派政黨其實開始擔心，包括民建聯啊、工聯會啊，佢哋喺地區上面區議會嘅議席比較多嘅開始擔心。嗱，另外一方面就係民主派，泛民主派喺2007年同2011年兩次嘅區議會選舉受到重挫大敗。嗱，大家都記得喺2003年7·1大遊行有50萬人上街，嗰陣時民主派真係氣勢如虹。喺嗰一年咧，03年嘅區議會選舉，佢哋係大勝嘅。18個區嘅區議會主席佔咗一半以上係泛民主派嘅，但係07年同11年之後喺區議會裏邊揾一個泛民主派做主席都揾唔到。理由好簡單嘅啫嘛，因為喺個區議會議席裏邊，無論你邊一個區都好啦，中西區又好，觀塘區又好，係嘛？或者新界荃灣等等，喂，你嗰個議席冇辦法過半數，再加埋嗰啲所謂當然議員加埋嗰啲即係委任議員，咁你邊夠嗰啲建制派嚟投票啫？係咪？甚至乎有一啲選區，即係18個區議會裏邊有一啲區議會得一個民主派嘅區議員嘅啫，係咪？所以經過07年同2011年兩次嗰個區議會選舉嘅慘敗之後咧，即係呢個民主派喺地方嘅力量咧係非常之薄弱嘅，係嘛？咁當然啦，今次係經歷咗呢個梁振英上台啦、反國教啦，係咪？呢個自由行引起嘅中港矛盾啦，係嘛？跟住呢個79日嘅呢個所謂佔領運動啦，再加上否決政改啦等等。嗱，而家個社會咧就已經出現好明顯嘅一種所謂撕裂，係嘛？咁你呢一個所謂831嘅框架定嘅政改，而家被否決咗，大比數否決咗，係嘛？咁會唔會對民主派即係打咗一啲強心針，係嘛？咁有啲人咧就咁樣觀察。嗱，第一，影響呢個民主派喺年底11月22號嘅區議會選舉嘅選情咧，譬如有正面嘅影響嘅咧，有不外乎幾個因素嘅啫。第一就建制派不堪，係嘛？咁力量消長，咁你咪即係會多咗票咯。第二咧就係多咗啲首投族，即係首次即係去投票嘅。嗱，夠18歲可以登記做選民，登記做選民之後，你咪要去投票啊！嗱，而家就好難估計得到。嗱，到今年年底嘅選舉，究竟呢啲首投族出嚟投票有幾多？仲有佢哋投票，即係支持建制派多啊，定係支持民主派多咧？咁係嘛？嗱，除非呢一啲所謂首次登記做選民嘅係經過預早動員，係嘛？譬如建制派佢動員咗啲，即係而家佢啲選民嘅細路滿咗18歲，叫佢登記做選民，登記咗呢啲就係佢哋嘅票啦。咁樣，咁呢啲都係首投族喎，係咪？咁但係民主派嗰啲咧就唔使佢動員嘅，係嘛？咁佢兩邊俾佢揀，民主派、建制派，咁呢啲所謂雨傘90後。咁多數都係會投俾呢個民主派嘅啦，咁所以佢哋就期望呢啲首投族嘅票。第二就係年輕選民，
嗱，過去呢啲18至25歲呢一個年齡階層嘅選民咧，選民人數相對比較少啲嘅。第一就唔去登記做選民啦，第二咧就係就算登記咗做選民之後，佢都唔去投票嘅。所以投票最多嗰啲都係啲中年人，啲年紀大啲嘅人，50歲以上嘅人，係咪？亦都有啲人做過研究，呢50歲以上嘅人咧，佢係比較好穩定，係嘛，保守少少。所以佢哋多數都投俾呢個建制派，投俾民建聯跟住落嚟咧就稍為喺呢個中間即係溫和路線，但係又比較傾向民主派，咁咪投俾民主黨咯，係咪？嗱，而家喺民主派嚟講，個政黨喺區議會有多呢啲議席嘅咧，就只得2個黨嘅啫，一個就民主黨，一個就民協，係嘛？公民黨喺地區上邊咧又冇乜實力嘅喎，佢係完全打形象牌嘅啫喎，係咪？所以個區議會冇乜議席嘅。喺上一屆嘅立法會選舉新增嘅功能組別區議會第2有5個席位，係咪？要15個區議員聯署區議員去參選。嗱，公民黨就冇辦法可以揾到人去參選，因為佢都唔夠15個區議員，連聯署嘅人數都唔夠，係咪？但民協夠喎，民協有16、17個全盛時期，民協成20、30個區議員嘅喎，係嘛？民主黨全盛時期，喂，講緊過百個區議員嘅嘛，係嘛？但係淪落到今時今日咁樣，係嘛？你就算最多區議員嘅民主黨同民協喺個區議會裏邊都係少數。嗱，其他嗰啲所謂獨立或者比較傾向民主派嗰啲人數又係寥寥可數。即係07年嗰一次、2011年嗰次2次嘅區議會選舉咧，基本上呢一個民主派係大敗嘅，係咪？咁所以有啲人就喺度諗下，今年呢一個即係全面取消區議會委任議席之後，再加上呢個人口變動，係嘛？政府咧就喺2016年開始咧，18區就總共增加19個民選議席，咁個議席咧就變咗431個，而且就冇取消咗呢個委任議席，係嘛？咁喺咁嘅情況底下，究竟搏唔搏到懵咧？咁真係又係嗰句大家都要睇下先知。嗱，我自己咧就覺得有啲人可能認為呢一個係地區選舉即係嗰個力量嘅消長咧唔重要嘅，因為啲街坊保長嘅啫嘛，係咪？有啲幾百千零票就當選㗎啦，係嘛？咁就即係冇乜一個所謂全港性指標嘅意義，但係好多時全港性嘅大選區嘅立法會選舉，你都要靠地區選舉嘅樁腳。呢啲區議員就係樁腳，係咪？區議員嘅樁腳就係嗰啲地區組織，係嘛？地區組織同埋區議會就一定係呢啲政黨進軍立法會嘅樁腳，係嘛？咁所以區議會選舉咧，亦都係非常之重要嘅，係嘛？有啲人可能亦都有一種睇法，就係嗱，如果今次區議會選舉個勝敗咧，就可以凸顯咗一樣嘢嘅，就係話呢個政改被否決究竟邊個應該要承擔個責任，係嘛？咁如果你建制派贏咗，呢個民主派輸咗，咁呢個歷史責任咧否決政改呢個責任咧，就應該由呢個民主派嚟承擔。咁調翻轉係咪？如果建制派輸咗，就佢去承擔呢個歷史責任咧？係咪？點解佢唔去投票咧？咁有啲人又會咁樣睇嘅。咁另外就係過去呢一段時間一啲政治議題包括政改嘅爭拗咧20個月另外就係喺立法會即係行政立法嗰個關係嘅惡化啦，係嘛？喺社會上邊中港矛盾嘅加劇啦，係咪？仲有香港嗰個本土主義嘅抬頭啦，等等咁呢啲都可能會造成即係今次年底呢個區議會選舉嘅結果咧，佢會產生一啲影響嘅。咁個影響到幾大咧？譬如呢個族群嘅撕裂、中港矛盾雨傘革命嗰個佔領運動出現一班所謂雨傘90後嘅年青人，係咪？對呢個選舉佢哋點樣睇咧？佢哋係討厭政治、討厭政黨，係咪？然後唔去投票，抑或佢哋覺得佢一定要去投票，係咪？咁但係投票咧，老實講，如果你問我自己嘅理解，呢一班年青人90後嘅青年，係咪？18歲至25歲呢啲後生仔，佢
佢登記做選民，佢可能會喺立法會選舉投票比較積極啲，但係區議會選舉咧，我睇就未必。仲有一個因素就係呢一啲年青人普遍討厭政黨。嗱，呢個普遍討厭政黨嘅意思就唔係淨係指討厭呢個建制派，佢對民主派都非常之討厭。嗱，而家亦都有啲所謂本土派。嗱，呢啲本土派而家我覺得佢仲未夠力量，要喺區議會裏邊奪得議席，係嘛？今次嘅區議會選舉啊，究竟係繼續蛇齋餅粽米地區福利係嘛？定係會有人提出一啲政治議題作為選舉，即係嗰個訴求咧，係咪？嗱，譬如03年嗰一次選舉，因為有七一大遊行，有23條即係被推翻咗，係嘛？有即係要求呢個董建華落台嘅呢啲咁嘅訴求，佢嗰屆嘅區議會選舉咧就非常之政治化，政治化嘅結果咧就益咗民主派。但係今次建制派擔心嘅就會唔會同樣政治化，好似03年咁樣？如果咁咧，又益咗民主派。嗱，我嘅觀察咧，或者我分析就有少少唔同。我覺得呢啲咁嘅年青人，佢都未必會喺呢個區議會選舉裏邊好積極去投票，甚至投俾呢一個民主派。至於話有冇啲本土派嘅去參選，一定有，但係都係輸嘅，係咪？贏嘅結果咧，即係唔係呢個可能性當然會存在啦，但係不高咯，係咪？要睇嗰個候選人嘅形象，係咪？仲有一啲選區啦，譬如你喺新界東北呢啲咁嘅選區，咁好可能即係當地嘅居民咧受呢個水貨客嘅困擾好耐啦。咁你提出一啲本土嘅議題捍衛香港社區嘅利益等等呢啲咧，可能會得到某一啲呢啲咁嘅社區嘅選民嘅支持，係嘛？所以我哋覺得2016年15年年底呢一個區議會選舉咧，有可能係兩邊即係建制民主派嗰個政治版圖一個重整嘅機會，係嘛？咁但係建制派會唔會因為過去發生呢啲政治事件而喺區議會裏面大敗咧？咁佢哋都唔需要太悲觀，係嘛？民主派會唔會因此而大勝咧？佢亦都唔需要樂觀，係嘛？總之呢一次區議會嘅投票率係決定一切啊！如果投票率高嘅話，咁對成個政治版圖咧就會有決定性嘅影響。各位網友、各位觀眾、各位讀者，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睇東網電視毓民踢爆。嗱，呢個湯家驊議員咧就要辭職咁退黨。咁呢個當然喺政壇咧都引起即係關注啦，好多傳媒喺佢宣布辭職嘅第2日咁就頭版報導其實湯家驊要退黨咧，或者要離開呢個公民黨咧，就唔係今日嘅事嚟㗎啦，係咪？即係我過去喺立法會同佢接觸嘅經驗，我都曾經即係問過佢，我話你做咩唔退黨咧？係咪？你同公民黨嘅路線理念都完全唔一樣，咁何必要委屈自己啫？啱唔啱啊？好似投票咁，你係贊成政改嘅喎，好似咁你又焗住要跟大隊去否決，係咪？其他有好多投票都係嘅，咁你又要跟大隊。之前泛民主派箍到實，話要投否決票，要連署，最後一次連署，呢個湯家驊又冇份，係嘛？咁民主派有啲人咧，亦都懷疑佢係鬼，係嘛？所謂鬼也者就係，喂，喺政改表決之前，好擔心原來湯家驊可能係其中一位轉態嘅議員。咁佢話呢個對佢自己係個侮辱。其實曾幾何時喺2004年新界東嘅立法會選舉裏邊咧，即係話第一次佢去參選嘅時候，即係大狀嗰陣時候有幾個大狀去參選嘅第一個大狀去參選咧，其實就係一個補選，係嘛？即係嗰個補選咧就係呢個民建聯嘅主席，港島區嘅地區直選立法會議員馬力即係嗰次又有一個補選啦。再較早之前咧，就喺呢個即係程介林即係舞弊事件，咁空咗個議席出嚟，咁又有一次補選啦，係嘛？咁嗰次補選咧，就即係呢個余若薇同葉劉淑儀嗰次係余若薇贏得嗰個補選嘅議席啦，係咪？咁另外一次就係葉劉淑儀對呢個陳方安生
爭取個補選議席嘅陳方安生贏咗個議席咧，所以第一次有大狀入立法會咧，即係呢個所謂45條關注組，公民黨嘅前身咧就係余若薇，係嘛？跟住落嚟咧，經過03年嘅7·1大遊行，呢個45條關注組呢一班大狀咧就聲名卓起，咁啊好多民主派嘅支持者就叫佢哋去參選，於是就湯家驊同梁家傑咧就喺2004年咧就去參加呢個立法會嘅選舉，一個喺九龍東，一個喺新界東，兩個都當選啊！咁呢個公民黨咧又叫做大狀黨，喺2006年。即係04年嘅立法會選舉之後，2006年成立嘅呢個政黨，08年再去參選，係咪？咁08年去參選嘅時候咧，佢哋亦都攞到幾個議席嘅，4個地區直選嘅議席，唔係包括港島區兩個，余若薇同埋陳淑莊，然後九龍東一席，新界東一席，新界西冇，九龍西都冇，係咪？好啦。到咗2012年嘅呢個立法會選舉咧，呢個大狀黨公民黨咧就每區都有一個議席，新界東就係湯家驊，九龍東就係呢一個梁家傑，九龍西就毛孟靜，新界西就郭家麒，港島區就陳家樂，佢仲威過民主黨喎，因為民主黨新界西係全軍盡墨，李永達同埋佢太太陳樹英一人一張名單，結果就瓜得。2張都輸，就一直都冇。何俊仁就走去選超級區議會嗰個功能組別嘅議席，所以民主黨喺新界西係冇議席，新界東就靠阿卿姐掹住掹車邊尾二攞一席，然後九龍西就係呢個黃碧雲啊。九龍東就胡志偉，港島區就單仲偕，總共係6席，得4個直選議席，但係公民黨反而有5個直選議席，再加個法律界功能組別嘅議席，郭榮鏗佢有6席，所以大狀黨如果你話佢喺地區上邊地區選舉咧，喺上一屆佢嘅表現係好過民主黨嘅。嗱好啦，而家湯家驊退黨，跟住佢認為即係當年咧，佢係以公民黨嘅身份去參加呢個新界東嘅選舉，所以佢就辭埋呢一個議員嘅職位。咁但係而家個會期其實就仲有1年鬆啲，係嘛？嗱，立法會個會期咧，即係今年係第3年，呢一屆嘅立法會今年係第3年。咁個會期嚴格上嚟講咧，就係7月8號最後一次立法會大會，再加埋一啲所謂事務委員會等等，7月底成個立法會就放假㗎啦，休會。8月、9月都唔使開會嘅呢2個月，10月要10月頭、10月中先至開會嘅。咁所以佢話我辭職，不過咧就10月1號生效，咁就希望可以完成埋呢一屆立法會第3年嘅呢一個任期裏邊嘅立法會嘅工作。嗱，我就咁樣睇，既然你辭職咧，就最好即刻辭埋佢，係嘛？宣布即時生效。嗱，點解要咁樣做咧？就算你唔宣布即時生效都好，你都應該話8月1號開始生效，因為8月1號開始放暑假嘛，係咪？嗱，咁樣嘅話，你就會俾呢一個補選嘅進行咧多啲空間啊嘛，係咪？多啲時間啊嘛。嗱，你辭職之後嗰個空缺啊，咁啊要補選噶嘛，係咪？咁你要補選嗱，譬如你一宣布辭職，立法會秘書處咧就要21日之內咧就要刊登憲報，話呢個職位出缺。咁政府要起碼有3個月至4個月嘅時間先可以辦理補選。今年嘅11月22號係區議會嘅選舉，咁唔可能將呢一個議席擺埋喺區議會選舉嗰度嘅，咁所以一定係後個區議會選舉，分鐘就去到出年年頭1月先至去選，1月或者2月。喂，選到之後，即係取得呢個補選空缺嘅嗰一位即係當選人，佢個立法會嘅任期，喂得個半年左右嘅啫，係嘛？所以如果你湯家驊辭職，即係要辭去呢個立法會議員嘅職位咧，你係應該即時宣布生效。咁你呢1-2個月有咩做啊？係咪？冇意思噶嘛，係咪？一係就唔好辭，咁你辭，你又要10月1號先生效，咁啊真係結啦。因為你10月1號生效，咁你幾時補選咧？係咪？即係喺立法會秘書處知道個議席出缺之後，21日內刊登憲報公佈議席出缺，係嘛？
咁你咪要搞到出年先至辦理補選？我哋記得5區公投嗰一年係咪1月辭職，5月先至補選，即係由你辭職嗰一日開始計到補選4個月，係嘛？所以而家嘅情況就好尷尬。嗱，雖然係咁，呢一個所謂出缺嘅議席嘅補選咧，都成為兵家必爭之地，打崩頭。嗱，泛民主派就已經有一個就嚟俾人叫佢退黨嘅黃成智就第一個行出嚟，就要去參加呢個補選，要代表泛民。咁佢哋嘅黨友咧，即係白鴿黨咧，就勸退嗱，你唔好搞震啦嗱。大家都知道黃成智佢係支持政改，亦都登報嚇，即係要求呢個民主派支持呢個政改，咁亦都俾呢個民主黨紀律處分，跟住可能就要即係佢退黨，即係開除佢黨籍啦嚇。咁而家佢又行出嚟話要去參選啊，咁當然啦，去參選佢都係做炮灰嘅啦。咁但係問題，如果佢真係執意去參選咧，即係話民主派呢一個新界東啊，由呢個湯家驊辭職出缺呢個席位，就分分鐘冇埋嘅咯喎，係嘛？咁冇埋咧，有啲人就會擔心。嗱，而家喺地區直選上邊咧，即係2012年嗰個選舉咧，建制派咧係有17席。當然有一個咧就上台主持會議嗰個就曾鈺成，佢係港島區嘅，係嘛？泛民主派加埋激進派咧就有18席。嗱，呢個其實反映咗一樣咩嘢咧？喺呢個地區直選呢部分，建制派同民主派只係相差1席。但係2008年嗰一次嘅選舉，立法會嘅議席有60席，地區直選30席，民主派、泛民主派陣營有19席。你分組投票，地區直選呢一個部分，一定係所謂民主派嘅天下，佢要否決啊，嗰個否決權就喺佢嗰度。如果個議案係由建制派提出嘅，即係議員議案，要分組投票。泛民主派喺上一屆08年之後到2012年嗰4年任期裏邊，佢喺議會裏邊地區直選係有19席，你建制派得11席，19對11係嘛？但係去到2012年之後，佢係18對17喎，個分組投票都危危乎啦，啱唔啱啊？係嘛？如果你泛民主派有啲重要議案走甩咗2個嘅地區直選啊，就唔夠人哋多個投票，你就輸得啦，係嘛？嗱，而家嘅情況亦都一樣。如果呢一個選舉，即係呢個出缺嘅補選，係俾建制派贏咗嘅話，咁佢變咗有18席，而泛民主派得17席。咁分組投票咧，嗱扣咗個主席咧，就大家都17席，係嘛？咁都係旗鼓相當啊，一樣啊，咁都未必會造成即係喺地區直選個否決權冇咗。但係有啲人話唔係喎，咁佢下一年換一個功能組別嘅建制派議員走去做大會主席，咁然後曾鈺成落翻嚟，咁佢咪18對17咯咁樣。嗱，我覺得呢個可能性係非常之低嘅，即係曾鈺成為咗佢個人嘅即係所謂聲譽啊或者形象也好，佢冇可能呢一屆嘅立法會大會嘅主席做剩1年走去唔做。然後個目的就只係為咗令到建制派喺地區直選度多1票，然後喺分組投票嗰度有個否決權。我覺得呢個基本上係匪夷所思。嗱，即使係咁樣，你17對17你都頭痕啦，係咪？所以呢個係咪對民主派嚟講，或者對建制派嚟講，湯家驊辭職呢一個空缺嘅補選係兵家必爭？嗱，泛民主派我就認為佢哋一定係唔會揾人去參選㗎啦，一定係俾翻公民黨。咁啊，湯家驊喺新界東即係個拍檔啦，即係上一屆嘅選舉喺佢嗰張名單排第2嘅楊岳橋，亦都係一個大律師後生仔。咁佢應該就代表公民黨咧去參加呢一個補選，係嘛？攞翻呢個位，咁亦都有利佢喺2016年咧，代表公民黨去參加新界東嘅立法會嘅地區直選。嗱，個做法應該就係咁樣嘅，好正常。咁你民主派包括你個即係民主黨啊、工黨啊或者其他包括2個激進派、人民力量或者呢個即係社民連都唔應該派人去參加呢個補選嘅。
只不過而家目前就得一個黃成智喺度鬼殺咁做，係嘛？咁黃成智好簡單啫，你安排下佢啲生活咪得咯，係嘛？咁啊唔使去選啦，係嘛？呢個都係籌碼嚟嘅，對佢嚟講。但係建制派咧就真係擺唔平喎，而家經過呢個政改被否決之後，係嘛？咁佢哋究竟可唔可以整合到一個人去參加呢一個新界東湯家驊辭職嗰個圍決嘅補選咧？係嘛？我諗而家都未必講掂數。民建聯話咗要去選，自由黨又話會揾人去選，係咪？嗱，另外有一啲過去喺呢一個新界東地區選舉裏邊表現不俗嘅，例如龐愛蘭，例如方國珊，喂，佢哋都會去參選嘅喎，係嘛？嗱，而家個關鍵就係你民建聯梗係想拿呢個位啦，係咪？我諗工聯會就唔會同佢爭㗎啦，係咪？咁所以一定要協調到究竟邊一個建制派嘅政黨去派人去參加呢個選舉。咁我自己嘅睇法咧，就係民建聯係佔即係成數比較高啲嘅嚇。咁但係你搞唔搞得掂呢個方國珊咧？龐愛蘭，我覺得即係西環都搞得掂佢。但係你搞唔搞得掂呢個方國珊咧？方國珊喺地區上面非常之活躍，佢喺將軍澳呢個選區係最高票嘅，係咪？佢都有機會。佢亦都覺得喂，佢利用今次嚟練下兵，係嘛？去參加呢個選舉，咁出年2016年個立法會選舉咧，佢嘅機會咧勝算其實都高嘅。所以呢個對建制派嚟講咧，而家未講掂數，係嘛？民主派咧就應該好篤定，一定係唔需要協調㗎啦，會禮讓唔去參選，俾公民黨繼續即係去保持呢一個即係席位嚇。咁然後就湯家驊嘅副手楊岳橋呢個講當年嘅選舉啦，係咪？咁佢去參選，代表呢個公民黨出戰咁呢個應該就冇乜懸念嘅。但係建制派咧，可能就會爭崩頭咁當然湯家驊呢個辭職第一個最重要嘅影響就係呢個補選。其他嗰啲我覺得唔重要嘅。佢出年佢會唔會去參選啊？佢自己話嗱，我退黨啦，辭職咧就唔代表我退出政壇喎。因為佢而家整咗個平台叫民主思路喎，民主派、溫和派、中間派嘅喎，係咪？有幾個教授喺度喎，幾個嗰啲民主派、溫和派嘅教授喺度啊，陳祖為啊、葉建文啊等等呢啲人喎，係咪？呢啲係所謂香港嘅即係民主派裏邊比較溫和嘅力量喎，咁佢都可能明年用呢個民主思路嘅名義去參選嘅喎，所以佢係退黨辭職，但唔代表佢退出政壇。不過咧，你賴低呢一個圍決咧，就令到建制派同民主派咧就要打崩頭。